礼拜开始，请咱用心思实意来敬拜咱的上帝，请奏乐。耶和华是应该学乐的，因为伊听我恳求的声。耶和华是我的快乐，也是我的盾牌。我心倚靠伊，我就得到帮助。所以我心大欢喜，我要用我的诗歌来学乐伊。诗歌学乐。哈利路亚！咱先求伊的国、伊的义，上帝就将一切咱所需要拢加添予咱。咱感谢主，予咱今仔日来到伫伊的面前，咱要来敬拜伊。兄弟姊妹，你今仔日会当来到伫上帝的面前，会当来学乐伊，你感觉你是一个幸福的人吗？阿门吗？阿门！这是100%的肯定，因为若毋是上帝的救恩，若毋是上帝伊对咱的引带，咱即摆人伫倒位，咱毋知影。所以咱会当行一条正路，转来到伫上帝的圣殿。礼拜日，一礼拜的礼拜日，第7日就是上帝伫第7日来休困，然后互咱来到伫教会来敬拜伊。所以第7日安息日就是咱爱甲所有的工课放下，来敬拜上帝，毋是甲工课放下，然后带出去佚佗，毋知影迄一天是爱归互上帝。所以礼拜日咱来敬拜了后，归互上帝，然后你再安排你厝里的生活，然后去佚佗，安尼好吗？阿门！哇，感谢主！咱这个时，咱要起立，咱要用咱专心来敬拜咱的上帝，因为耶和华上帝，伊是最正大代志的上帝。阿门！上帝伫你的心中有正大代志无？阿门！哇，咱来思考一下，有上帝伫每一个人的心中，拢有做迄个上大的代志。这个是无需要请咱双手举起，咱双手举起，就是要互用谦卑的心、较无信心来到伫咱的内面，互伊来充满咱，互咱的心是清气的，互咱的思想念头是清气的。哈利路亚！因为主伊讲，我咧超找迄个较无我的人。哈利路亚！咱做伙来讲，圣神，我欢迎你。圣神，我欢迎你。圣神，我较无你。圣神，我较无你。圣神，我邀请你。圣神，我邀请你。哈利路亚！感谢主的恩典。哈利路亚！主导文或是使徒信经有吗？咱这个时咱要用主教时咱的祈祷文，咱做伙来，请。我伫天的父，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伫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仔日予阮，
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狱，就救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现在你来甲边的人，你来甲伊握一个手来甲伊祝福你来讲，今仔日的日子是你欢喜娱乐的日子，来。阿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咱做伙欢喜来娱乐咱的上帝。阿门。做正大代志，伊的名是牵着咱的学路，咱只是用咱的歌声来学路伊的名，哈利路亚。
我要专心专意来爱主，我要专心专心献奉主，我的每一日充满喜乐的时光。我要专心专意敬拜主，我要欢喜欢喜乐乐主，我的每一日充满喜乐的时光。哈利路亚，我唱歌，哈利路亚，我跳舞，哈利路亚，我要大声欢喜乐乐。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唱歌，哈利路亚，我跳舞，哈利路亚，我要大声欢喜乐乐。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唱歌，哈利路亚，我跳舞，哈利路亚，我要大声欢喜乐乐。哈利路亚，我唱歌，哈利路亚，我跳舞，哈利路亚，我要大声欢喜乐乐。哈利路亚！大山、小山，拢要来学乐耶和华。啊，那咱这的兄弟姊妹要学乐耶和华吗？拄则咱的学乐的声透到伫天庭。主伊讲，我的囝儿，我的查某囝，我疼恁，因为你的性命是我所创造、我所收拾的。你伫困境中，我陪伴你；你伫患难中，我引带你。亲爱兄弟姊妹，这个是咱要透过这首诗歌来医治你的健康，互你的健康会当伫上帝的内面，伫耶稣基督的国外开的内面，来得到全然的帮助。阿门吗？哈利路亚！咱要用这首诗歌来敬拜伊。哈利路亚！我为那天里，我主基督，咱来对耶稣讲话。为了基督谦卑，求你赐福。我心恳求，我
爸，阮感谢俄勒你，你踮伫这个中间，圣神运行伫阮的内面。主啊，阮要为着阮的国家来祈祷。主，你的圣神真正来引带阮行伫圣经所教示的真理内面。常常阮偏离上帝话，得罪上帝嘛得罪人。主啊，我要求你来祝福台湾，互阮这块土地，因为上帝你的基，因为阮这的信靠上帝人，透过每一天的祈祷，主啊，阮要挽回伫阮台湾上帝所赏赐迄个过去宣教士来到伫遮所种落的遮的福音的种子。主啊，你来帮助，特别你的听临到伫香港。主啊，互香港因现处事，伫因的社会乱象内面处理清楚。主啊，求你来怜悯香港。主啊，互因这的事件，因为上帝你的公义临在，主啊，你的自由也要临在。主啊，你来帮助，互香港这的基督徒有上帝你的智慧。主啊，因的祈祷要互你伫天庭听到。主啊，你要来接纳因的祈祷，互因早早脱离这款的暴乱的现象。主，阮所较无的，也是因所较无的。主，你听阮的祈祷，保守所有正兄弟姊妹。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愿我为那听你，用祈祷的心，咱来念。哈利路亚。宣教士、阮的少华、严明以及伊的家庭，主啊，因伫今仔日伫礼拜煞了，因就要转去到伫因所徛起的所在。主啊，你知伫遐有多的危险攻击，但是你保守你的路幕，互因伫遐一切主你保守因平安。主啊，一切攻击因的，我奉耶稣基督的名，你找摆天军天使。甲少华严明因全家同在，互因伫遐所做的事工，主啊，你听临到伫遮的赞将，遮的所需要的兄弟姊妹成就。主啊，我也为着特别为着月英姐的囝婿，伊的查某囝，因特别对伫拜讲迄边倒转来到伫遮甲阮敬拜。主啊，你的听犹原临到伫因的家庭，互因伫遐。因为因的信仰，因徛起伫迄个所在，因就得到平安，因就得到丰盛。主啊，透过因诚侪祝福的管道，主啊，感谢俄勒你的名。愿兄弟姊妹心灵欠安的，身躯有病痛的，主啊，阮奉你的名宣告，将一切病痛拢离开阮的兄弟姊妹，因为上帝创造的拢是好的，遐个病痛属于魔鬼撒旦的，奉耶稣基督名，拢宣告伊来离开，来离开，平安点伫阮的内面。哈利路亚！奉主耶稣的名，咱做伙讲，阿门。你迄个信心讲，我要得到医治吗？阿门吗？咱做伙来讲，我会得到医治，我会得到医治。阿门，请坐，哈利路亚。共读圣经，圣经记载自新约，约翰福音第5章第1节
到第9节，请兄姐咱斗阵来读。开始，这个是以后犹太人的节期，耶稣上耶路撒冷，伫耶路撒冷君阳门有伫希伯来的腔口，叫做别斯大，有5个牛郎，迄内面有亲密的、板脚的、会高大的，侪病人倒伫。高挺后水顶动，伫遐有一人患病38年。耶稣看见伊倒地，知伊的病已经久，甲伊讲：“你爱得到好嘛？”患病的人伊直讲：“主啊，水顶动时，无人通扶我落地，到我来的时。”别人就先我落去啦。耶稣甲伊讲：“起来啊，举你的蹼仔去行。”迄人伊即时好，就举伊的蹼仔去行。圣经读到遮，愿上帝的话常常带伫咱的内面，做咱一生的帮助。现时咱要请喜乐诗班，因所要唱的歌是。向前行，伫上帝的光明。伊要唱花的语言，西亚、坎巴、库卡、连、水、尼奎卡。正道，请本堂的周牧师，伊所要讲的题目是靠信心来活。所听的姊妹，大家平安。恁有感觉恁伫非洲的草原无？啊，恁有感觉恁去到伫非洲无？看到狮啊、长颈鹿无？感谢主吼！咱的诗班用心来备办吼，有的人拢是第一届来献诗的吼，做一新的成员，因愿你付出时间，搁学迄个袂晓讲的语言吼，啥物狮啊、汉巴，这库卡、内开口，就是讲咱着向前行啦，吼，咱着向前行，甲咱的主同行。为着要献诗，甚至有的人吼，
上班的时阵，请假2点钟吼，同事敲电话来催讲，你是好啊未？未要转来安尼吼，感觉真感动，因为真侪即款咱的信心的表现，拢伫咱所行的信仰的道路顶面，这是感谢主的代志吼。今仔日咱会当直接敬拜，我相信这嘛上帝的引带。有对外国转来的，有对东西来到遮，做伙诚做一体，来将这个诗歌乐乐归乎咱的上帝，这是一个极美妙的事。阿门。吼，甲隔壁讲，咱做伙就是新约来。咱做伙就是新约。是，咱做伙就是新约吼。所以咱今仔日会当伫即搭遮自集敬拜，这真正是新约吼。好。好，不要紧吼，安尼我先，OK， 还袂出来电脑。今仔日透过这段经文，牧师甲咱做伙来思考，就是爱靠信心来活吼。信心这是基督徒真重要的一个赞处。信心有关系到咱甲上帝的关系。当咱对上帝建立愈好的信心的时阵，我相信会当帮助咱愈知影要去领受上帝的恩典，要怎样去经历上帝大的作为伫咱的心上，拢在伫咱有信心啊无？吼，总是信心嘛是安那，撒旦攻击咱一个真重要的所在。撒旦无爱咱有信心，撒旦爱咱的信心是软弱的。是看到环境就会软正迄款，伊感觉迄较是伊应该做的，所以咱就会当知，咱的心是一场的战场，伫咱的心内面常常有好较歹的交战，迄个结果如何，就决定讲咱会当享受上帝为着咱伊的囝儿，为着伊的囝儿所备办一切的福分、恩典、甲能力有偌济哦。所以兄弟姊妹。咱在讲信心的功课，是日日拢爱学习的一件代志，这是理所当然的。咱看先知哈巴谷，伊伫伊的处境内面经历的过程内面，伊甲上帝安怎讲？伊直接甲上帝质疑呢，讲上帝啊，较会用阮歹人来吞灭比家己较有公义的人。你拢点呢？为什么你拢点无出声？吼！这个歹人来攻击遐个比因较有公义的。较徛伫在的人，毋过你一点出声的话语拢无，到底你的心境是安怎？到底你的作为是安怎？到底阮是通好继续来信靠你无？亲像有即款的质疑伫这中间，总是咱嘛知影，当哈巴谷较侪来经历这位上帝的带领同在的时阵，伊就安尼讲哦，讲虽然无花果树无发芽，葡萄树无结果子。橄榄树嘛无效力，田园嘛无出粮食，条内无半只羊，牛条嘛无牛。哇，这个处境恁会当去思考无？意思就是讲，所有生活的条件一点仔拢无啦。意思就是讲，若要用即摆来讲，就是讲你的裤底啊，地磅子，磅子吼，台语吼，足水的对无吼？你的银行是挂零安尼啦吼。你呢？工作的厝人要甲你赶出去安尼，要下顿一顿哇，煞找无吼，找无下一顿通个食，亲像即款的处境安尼。先知有即款的经历，毋过伊安怎讲总是我要因为耶和华来欢喜，因为救我的上帝来快乐，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伊互我的脚紧，亲像落母一般样哦，佮互我行伫悬的所在呢。哇！伊即款的处境经历，敢会当真做咱的帮助？绝对是会使。所以兄弟姊妹，伫咱任何的生活条件佮较歹的中间，咱拢会当亲像先知哈巴谷一般样，伊用一个喜乐的心来面对头前以及现在的环境。为什么？因为伊知影。耶和华上帝是我的快乐，耶和华上帝若甲我同在，什么人会当甲我打滑？哇！这台语吼，即摆嘛无啥在用啊，对无吼？毋过
白话语的圣经就是安尼，谁能奈我何啦？哈，吼，什么人会当甲我打话？吼，什么人会当控告我？什么人会当攻击我？上奈我何？无法度，因为我有我的背景，我所信的是耶和华上帝。所以，咱感谢主，咱伫咱的信仰内面，咱若有迄个感动，有迄个信心。虽然处境无一定是咱即马所意爱，总是咱若迄个感动，咱就爱宣告出来。阿门。吼，用信心宣告出来哦。哇，你感觉你即摆工作无啥好，你忙就讲我工作即摆真歹，安怎我足想要甲辞掉啥？你就爱宣告，讲我的工作是上帝为着我备办的。阿门。这个工作的内面，我要应候上帝。总是我嘛相信，我宣告上帝安那会带我去到伫较悬的所在，迄个较丰富的所在，佮较会当得到荣耀见证的所在。阿门。与这个眼光无共款，讲出来话语的开力绝对无共款。咱就爱有一款的深信吼，咱就爱有一款的深信。伫佮较边听软弱的时阵，咱嘛就爱安尼讲，做风台天一两工尔啦，对无？我相信上帝予我的是顺境，是要予我帮助我。伫逆境内面，佮较倚靠伊；伫顺境内面，佮较学乐伊。予我的生活丰丰富富，拢是属于伊的。兄弟姊妹，这就是咱基督徒应该有的意念，应该有的语言、口气，以及应该有的信心。阿门。所以，咱求上帝帮助，伫今仔日这个经文内面，咱会当做伙来思考吼。所以，咱看耶稣去到伫毕士大池的所在，迄个池呢，若照研究讲，迄是人工所挖的池。这个池真长哦，差不多要100公尺长，吼，宽差不多要到60公尺。咱就会当想象，迄个池有大无？吼，就像运动场嘛，咱咧走100公尺安尼，迄个池。迄个池毋是水，毋是即个山泉、水泉，毋是哦。即个池是安那？是若落雨的时阵。较有水会溢入来伫遮。有常常落雨无？无啦。耶路撒冷遐较有常常落雨，无啦。比咱台湾佫较无雨水。若是安尼，你就会当去，咱就会当去想象哦。哇，有真侪人有听到即个风声，讲当即个池的水若叮当的时阵，迄就是天使安那来到伫遮，亲像伫洗骹安尼吼。摇动这个水，所以第一个跳落去的，伊无论什么边，拢会当得到医好哦。所以咱就会当去想象，真侪人可能就是真正已经找无步啊，什么医生拢找过，什么秘方拢食过，最后因感觉无法度，因就会来到伫这个所在，来遮等待哦，来遮等待。对因来讲，因敢若这个方法。会当恢复因身躯的健康，因敢若即个方法会当改变因的生活。对迄个病痛软弱需要人扶插的过程内面，会当重新过一个健康，会当自在。对于厝人、对于社会有帮助的人，因感觉因只有即个方法，所以因真侪人就围围伫遐，甚至有厝里的人会斗相共伫迄个所在，就期待最叮当的时阵。会当安那第一个冲落去吼，哇，总是爱第一名的吼。耶稣就甲即个来到伫即个所在，看见即个人破病是真久的哦，看就知影是真久的。安尼咱就知影即个人的处境是啥物。耶稣甲你讲，甲伊讲，你爱得到医好无？你爱得到好无？即句话，那别人听到人会感觉安那？耶稣，你开玩笑对无吼？伫遮的人对一个人无爱得到好诶，遮个人对一个人无爱，大家嘛意爱诶。为什么耶稣会问即句话？为什么耶稣会对即个破病38年久无法度得到医好诶？伫遮唯一的一个愿望，总是38年来拢落空。即个人变衰的人来讲，你爱得到医好无？兄弟姊妹，咱知影。一个破病久，迄个意志会渐渐消沉，对无？一个破病久啊，本来厝里的人拢会当真支持，到尾啊会感觉安那？哇，厝里人渐渐会感觉像忝无？因为大家拢爱生活落去啊，伫即个
无用的社会内面，大家拢需要啊。吼啊，这个处境，咱嘛会当去思考讲，咱的厝里的时代嘛有即款的情景，敢毋是？吼，那安尼，咱就会当去体会，为什么耶稣爱甲因问讲，你要得到医好无？检查这个人真久已经丧失去迄个愿望啊，敢毋是？总是伊爱一个，耶稣爱互伊一个，就是对迄个过去伊感觉38年来到即马，感觉无可能的一件代志，爱甲伊转化伊的意念，转化伊的意念。还是姊妹，咱的意念会影响咱的思考的方向，对吧？吼，啊嘛会决定咱较重视伫对一部分，拢是因为咱的意念哦。吼，嘛意念、信念，咱嘛会当讲，迄就是价值观。吼，啊，你的想法、你的价值观，拢会影响到你的想法，甲你伫生活内面逐项代志的决定。所以你的价值观就形塑伫现在你即马生活的一个模式，吼，甲人的交陪的方式，等等这些，拢是因为你的价值观在左右你哦。所以兄弟姊妹，信心要对打落开始，对改变咱的信念、咱的价值观开始。那一般人来讲，迄是不可能，38年久，较有可能。大家拢嘛比你较紧，因为38年久，你将来都毋捌第一届落去，将来都无捌第一届，互你一年4届就好，好无？毋过你看，哇，100外届你毋捌得过第一名，你想讲后来佫会第一名吗？哇，这个无可能的信念，伫这个病人的身上，已经互伊显露出伊的这款的病态，比心理的病态。比外口的病态可能更较大吼，所以耶稣知影看得知，伊是破病久久的人，就是安尼来甲伊讲。兄弟姊妹，我就想着讲保罗伊安怎讲，伫伊的生命的改变内面，哇，有一个真重要，伊所宣告的，讲我已经甲基督同定伫十字架，现在我的无阁是我，乃是基督伫我内面的我哦。保罗过去。是掠伊做家己做中心，总是伊当伊拄着耶稣了，伊讲现在我的无阁是我，就是甲过去的我处死，甲基督同定伫十字架顶。现在我活出来，迄个快乐不在伫我，乃是因为基督伫我的内面。兄弟姊妹，这款的信念的改变，对保罗来讲，伊愿意将伊所有过去看做是万事拢好的。现在伊甲万事拢当作粪扫一般样，这就是因为伊的观念有完全的改变，因为伊完全将家己献予耶稣基督。所以兄弟姊妹，咱基督徒保罗互咱足好的学习。当咱若伫生活内面，咱若相信我活，即马毋是为着家己来活，哇，安尼你的代志足侪拢解决掉啊，敢毋是？吼，因为伫生活内面，咱拢是为着家己活。为着什么人活？为着厝里人来活，总是保罗讲这拢毋是，安尼活也足辛苦的。咱若要活得轻快，伫耶稣基督内面，即条伊的方向较自由，就是爱为着耶稣基督来活。若是为着耶稣基督来活的时阵，你就知影，伫你生命内面一切的不足，一切的搅扰，拢未拍到你甲耶稣基督的关系。就是因为安尼，咱就深信，迄个互咱甲伊同定十字架，将旧的我钉死伫十字架，迄个耶稣基督，伊的搁活的快乐，自然就伫我的生命来显露出来。这就是你我基督徒每一个生活内面，咱拢会当拄到的。所以今仔日检查耶稣有缘要徛伫你的面前，要甲你讲，你要爱得到好无？你要爱恢复你的关系无？你要爱得到真正的自由无？你要爱你的生命有真实的丰盛无？你要爱你即摆的关系会当更较好的改变无？无论甲上帝、甲人，还是面对你家己，耶稣有缘在甲咱，互咱对甲咱呼吁，要爱咱对伊来回答。咱看，这就是伫
伫今仔日的经文内面，咱会当安尼来好好思考的。所以咱若有大的信心的时阵，我相信，迄个我就无阁是我，是因为基督伫我内面的我。那安尼，基督的死所予咱的迄个生命的快乐，绝对是咱所家己袂当去得到的。所以兄弟姊妹，求上帝帮助，咱来讲好无？有大有信心，就大有可能来；大有信心，就大有可能。阿门。吼，大有信心就大有可能。伫环境内面，咱常常会有一句话讲，也无可能啊，对吧？这个无可能是因为咱无信心嘛。咱无可，在讲无可能的时阵，应该讲是我无可能。总是若在伫耶稣基督是凡事拢会敢死，咱毋是拢安尼宣告吗？所以你若阁有即款的思想，也无可能，后壁就爱讲，只有耶稣话，安尼就对啊。你若敢若伫头前即句，敢若讲无可能，你永远就是无可能，因为你毋知影，毋是靠你家己，你会当靠耶稣基督来克赢这一切的关系甲挑战，敢毋是？所以，愿上帝互咱有即款的信心，佮看见哦。咱看这个变水的伊安那来回答耶稣，伊讲：先生啊，最重的时阵，无人甲我放伫池里，我落去的时阵，别人拢比我大先落去啦。这是足无奈的一件代志。咱看这个人伫遮38年久，伊毋是盈盈伫遐泡茶伫遐讲这水重袂要紧哦，水重就水重吼。到时阵较讲，毋是哦，伊是目睭安那，一直咧看，对无？我相信伫遐个人，因既然有即个脚步，因的目睭一直咧注视伫遮个水，水闹叮当，就是因的机会哦。每一个水叮当，就有一个机会，敢毋是安尼？就是爱注意迄个水叮当，迄个机会。即使你若水无叮当落去咧，那照因的传说。也是见证，迄个是无效果的，敢毋是？所以咱就会当知影，即个人毋是伫遐永远无代志做哦。虽然伊变水，无方便行动，总是伊悠远伫迄搭遐，伫自寻迄个机会甲毋望。兄弟姊妹，耶稣就对伊讲：起来，摕你的袍仔起来行，起来举你的袍仔起来行。伊就圣经就讲安那，伊就随时好呢，就随时好哦。兄弟姊妹，耶稣敢毋是有甲咱应允吗？讲恁求就互恁，找就拄着，拍门就甲恁开。伊讲因为既若求就找着，对吧？既若求就得着，找就拄着，拍门就甲伊开门。耶稣头前迄句话我无写完全吼，总是意思相共。过伊讲，恁若求哦，就互恁哦。后壁伊讲，因为既若求，后来咧就甲伊开门哦。因若既若求哦，就甲伊哦，本来是复数对吧？后来伊讲既若求，意思讲，真侪人听见无求。无吹，袂晓去拍门。因知影即个道理，总是既若真正去求的，就要互伊。兄弟姊妹，当咱深信耶稣所讲的话时阵，是毋是咱有真实愿意讲主啊？凭你所讲的，我就向前行。这是咱伫生活内面一定拢会拄到的代志。你想讲，我有欠亏，牧师欠亏无？牧师有担无？一定是有的。总是为什么？我会当真喜乐来过每一日。虽然有这担，有厝里的士大人，这需要阮关心的，有兄弟姊妹做这的事，伫真无用的中间，总是阮的心充满喜乐。为什么？因为阮知，阮常常在求，阮常常在找，常常在甲耶稣拍门。阿门。因为这是耶稣所应允予咱的，求上帝帮助，有信心就爱有起来行动。若无迄个信心，那照雅各书所讲的，迄个信心是什么？
是死的哦，是死的哦。愿上帝帮助咱，会当深深来体会。最后，咱若有信心，就爱坚持到落尾哦。咱看这个人，明知影伊38年来拢毋捌第一名过，总是伊继续搁咧考试，敢毋是？搁继续咧准备。啊，可能人会甲笑讲啊，我看你转去厝休困，毋是较舒服嘛，对无吼？啊，遮环境遐歹，逐个人遐差，吼。我看吼，你是转去较规气啊，吼！38年来咧将来毋捌第一名，对无？吼，即使你若考试安尼100几届拢毋捌第一名过，你会继续坚持落去无？会无？嘿，真歹讲哦，对无？吼，对无？吼。毋过即个人，咱就看真特别，伊就是坚持伫遐呢。总是因为伊有坚持到即个时阵咯。伊若伫昨昏就讲啊，伤忝啊吼，啊这就倒了遐久啊吼，啊无咱就回家一下，安尼好无？会使无？会使啊！理所当然的，敢毋是？厝诶人嘛足忝的啊吼，啊来，等下厝小时吼，困一下碰椅的嘛较好势吼，过工较紧来。伊若是有安尼的行动，检采，伊就无经历着今仔耶稣甲伊的三度。所以坚持到伫落尾。这是一个真重要的一件代志。有一个游泳的女将，伊有一个决心，伊就要争做世界第一个会当游泳过英吉利海峡的人，第一名，第一个哦。伊为着这个来做足久的时间，用年外来训练家己，教练来帮助伊哦。为着就是要争做世界第一个，所以伊。就真早就宣告讲，我伫无时无日，吼，我就要对这边去到伫迄边看哦，吼啊，哇，迄工单啊，真济这媒体记者拢来啊，吼，感觉哇，这个真厉害，是咱国家的荣耀，哇，这个游泳的女将，哇，真有信心哦，有没有信心？有，哇，赞吼，哇，因为伊讲我拢准备好啊。哇！真个记者在甲翕相的过程，伊就安尼跳落去大海，就伊的目标一直游，一直游。哇！对，下早起一直游，过头了嘛是继续游哦，体力阁有哦。哇！过头了哦，哇！伫迄个海面啊，煞开始有起雾啊，开始起雾了。哇！渐渐啊呐，迄个视线愈来愈近哦，较远的愈来愈看袂到。啊，伊的心开始安那。煞开始会烦恼起来呢，伊安那毋知影到底目标伫倒落，啊，这个方向对啊毋对哦，伊就一直继续游，啊，一直继续一直游到感觉哇，啊，这毋知爱过偌久呢吼，啊，无渺安尼，迄个雾愈来愈暗，愈啊，咱所讲的伸手不见啥五指呢，哇！你若去五指山，你就知影吼，我逐个人去到遐吼，真正是伸手不见五指吼。当然免伤接气啦吼。到最后，伊感觉伊已经尽力啦，毋过伊知影可能袂够，真正努力，总是伊的心讲哇，搁向，因为看袂到方向，毋知影距离搁偌济，最后伊强要沉落去啊，所以伊只好举手讲我放弃，哇，后壁救生艇就甲伊救起来。甲救起来时阵，伊的教练讲：“你是咧创啥物代志啊？你今仔日，你过去年外比赛，毋是今仔日吗？你甲这个时阵放弃啊？”伊讲：“啊，我就毋知影甲伊过偌久啦。”教练甲讲：“你搁100公尺，搁剩100公尺。”伊讲：“我若知影搁100公尺，我会上我的性命，我嘛要甲游好到。”兄弟姊妹。伫咱的生活内面，常常有即款的情景哦。吼，伫咱的信心的过程内面，咱头仔感觉哇，这无问题。毋过咱看见环境的时阵，就像彼得安尼，看见环境的风影遐大，伊是讲主啊，啊这是要安怎？啊这较有可能？啊我是人呢，佫会当行伫水面，啊这个风影遐大，风影根本要甲砍过，敢毋是？哇！迄个人的软弱，就伫迄个时阵来较赢迄个信心。所以兄弟姊妹，求上帝帮助咱生活内面，
这拢是咱爱做伙来彼此鼓励、努力学习的。我相信伫教会的生活，就是当帮助咱。有人信心较软弱的时阵，咱会当为着伊祈祷、扶持、鼓励伊。伫小组内面，即款更较赞。透过小组的生活，互咱的生活，每一个人拢会当因为别人的鼓励、扶持、带导，更较有信心往前来行。往所插的标来跑走，袂因为剩100公尺就来放弃。因为迄个为着咱陪伴、荣耀、冕旒的咱的主上帝，也毋是伫遐伫等待咱嘛。要甲咱做伙来享受伊为着咱陪伴，无论伫现今到伫永远，一切的福乐，拢是对伊来，伊嘛照着咱会砍一个来陪伴者。所以，愿上帝帮咱，互咱有即款的看见。咱看咱甲人的中间是互相有信任对无？好，透过因为有信任度，咱会当彼此生活伫迄个合作的内面吼。毋过你的信任若破产呢，就是讲你的信用度若破产的时阵，你就会当知影，你讲的话人拢会甲你拍折，对无？吼，咱常常有当时讲这个人讲话吼爱拍7折，有无？吼，有当时感觉这个人讲话爱拍对折，吼，也是讲这个人讲话拢爱倒边听，有无？有即款的无？有哦，咱会安尼有感觉安尼，迄就是迄个人甲人的信任已经安那瓦解掉去。咱对上帝咧，咱对上帝的信心是安怎？这是关键咯，这是关键咯。所以，迄个信心毋是用咱家己来维持啦，咱就爱亲像这学生甲耶稣讲：“我的信心无够，求你加添。”求上帝加添咱信心，求耶稣基督互咱有信心，求圣神辅助咱、鼓励咱，坚持到落尾的信心，这才是你我得胜有存的一个秘诀哦。所以圣经希伯来书就安尼甲咱讲：信是所仰望的实底，是未看见的凭据。哇，这就是信心。好，牧师在讲的信心仰望的原则，会记住无？会记住无？哦，毋是用即摆目睭来看你的环境哦，就爱安那往前去到底，你已经用你现在目睭看见上帝已经应允，嘛一定会成遐个事，所以你就爱安那人，就爱超越时空去到伫头前，去享受讲上帝一定甲我得到，互我，然后甲做转来用迄个眼光看做转来，那现在我要爱安怎？我要安怎会当来领受这个祝福？好，牧师讲的譬如就是安尼嘛。拍球，你若知影讲你绝对赢，你才会行迄个过程你输。你就后壁一定赢啊！无互你输10分好无？你就知影你会赢，所以你要相信第9局最后，你一定最少赢因1分。安尼你敢会惊输？袂嘛？这就是咱的信心哦。基督徒的信仰就是安尼哦。咱就凭这个信心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就是你我所理所当然。所以牧师甲咱讲，咱嘛会当来学习安尼，透早起来，你就甲伊讲，熬早啊，圣神啊，多谢你的陪伴甲保守哦。我奉耶稣的名宣告，今仔日是美好的一天，阿门。我是天父所疼的囝儿，我有属天的智慧甲眼光。我会当享受属天的权柄甲能力。我今仔日的确要经历新业，我今仔日嘛要见证新业，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哇！你若有常常安尼宣告，我相信你的信心会当愈坚定，佮较有气力来跑走上帝为着咱陪伴的路程，阿门。这是你我会当好好每一天去经历的吼。所以你甲隔壁讲，爱完全相信耶稣，完全倚靠基督来，完全相信耶稣，完全倚靠基督。哇！完全相信耶稣，完全倚靠基督。吼，伊是咱的救主，咱倚靠伊。吼，耶稣伊是听咱的，吼，伊的牺牲的听，互咱得到满足的。所以我完全相信耶稣。我要完全倚靠基督，
就是你我会当宣告的一件代志。好，来，最后咱来读这个经文来。我佮甲恁讲，求就互恁，吹就拄着，拍门就甲恁开。因为既然求的得着，吹的拄着，拍门的甲因开。路加福音11章9到10节，搁一解来哦。我佮甲恁讲，求就互恁，吹就拄着，拍门就甲恁开。因为既然求的得着，吹的拄着，拍门的甲因开。路加福音11章5到11节啊，9到10节吼。好啊，咱来唱一歌，这条诗歌。请咱起立，咱来演这条。为天高
生活若毋是真顺境的时阵，当你感觉你的病痛一直填满你的时阵，当你感觉你的经济有法度会当得到调整改变，你的工作会当真顺利的时阵，兄弟姊妹，请你倒转来面对耶稣，因为耶稣要甲你讲，我要帮助你，因为我是你性命的主，你毋免搁去挖别人，挖靠家己，你着爱相信我，你着爱全然相信我，因为既然我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我是创造人类的主上帝，我是拯救你的救主，我就是要将丰盛的生命要予你的。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你若伫主的面前，你甲愿意甲主讲，主啊，我过去的信心不足，我常常软弱，总是我知，我今仔日要做一个调整，要改变我的信念，改变我的价值观，互我会当全然相信，伫你内面，伫你的内面，伫你的内面，必然是丰盛的。所以兄弟姊妹，我需要为着恁祈祷。你若有一款的需要，你会当把你的手放伫你的心肝的所在，表露讲主啊，我要将我的人，我的心交伫你手中。哈利路亚！天父，我的上帝，你是阮的主，你是宇宙万物的主宰，你也是阮生命的源头，你阁是拯救阮脱离黑暗，进入你疼囝的国度，阮的天父。既然阮称呼你是天父，阮知你的一切的丰富，拢为着阮备办。总是因为阮常常看环境，就感觉阮拢有真济的无法度，真济的失败，真济的软弱，真济的限制。总是这个信念绝对毋是你予阮的，是撒旦在攻击阮。求你帮助，互阮伫今仔日凭信心来宣告，我是你所听的惊奇。我是你所喜爱的查某囝，你的丰盛是为着阮备办的。我要凭信心讲，主啊，我伫遮，主啊，我需要得到医好，主啊，我需要得到改变，这个调整。愿我的天父阿爸爸上帝，就伫这个时阵，丰丰富富透过圣神来做运行的工作，改变我的信念，改变我的嘴所讲的，互我会当按着上帝来宣告，我是得胜的，是丰盛的，是你为着我备办丰富的路径，我已经行伫顶面的。感谢你听我的祈祷，因为你是万福的源头。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听这。这是来奉献，奉献是回应上帝的听，嘛是信心的行动。请咱用感恩的心、敬虔的态度来奉献。开始奉献。高主，是阮做主，欠伊领受我命全完，信心感化，地天开朗，报答主阮信心所愿，甘心乐意，一心一意。一切错误拢
谢。时间报告，请牧师。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欢迎咱的兄弟姊妹倒转来到伫咱的永光教会大家庭来做伙敬拜咱的上帝。这时，咱要来关心咱的教会的消息。好，来，咱第一项请来。哦，伫咱等一个第二堂的礼拜，咱有邀请咱的儿童牧区的圣经。有一个戏剧的演出，所以稍等一下，咱兄弟姊妹，咱的时间若是会使，咱会当继续留落来参与第二场的礼拜吼。过来，过来，第二个消息，下一个消息有吗？好，咱今仔日的电脑怪怪吼，不要紧。哦，过来就是咱伫咱的建堂，咱伫即个阶段，咱阁有咧继续在领领即个小组吼。所以咱伫后壁有足侪只猪，还袂有人领领吼。所以咱会当继续来领领即个小，咱会当甲咱的铜板吼钱角咱会当来落入。咱伫11月底，咱要伫遮来。献这个小猪吼，因为咱伫咱的建堂的内面会当互咱每一个兄弟姊妹拢会当参与伫即个建堂的奉献内面。咱知影伫咱的建堂内面，到目前还阁有大概1500万，咱必须爱来捐款。除了咱或者会当有即个小猪的即个存款，咱的儿母、咱的囡仔。因是欠即款的小熊吼，所以大家咱做伙大细，拢来做伙发起即款为着教会建堂的基金来奉献，这是一个咱同心起造教会一个真水的行动。过来有就是伫咱的后壁有一个咱的砌砖墙吼，咱既然有奉献的，咱拢会特别设一个咱的砌砖墙伫遐。最主要，迄个砌砖墙的用意，就是咱要成做一个合一的一个团队，一个这段献互咱的上帝。所以，迄是伫见证上帝的名。所以，假使讲咱伫旧年咱开始建堂的时候，咱有签迄个你的迄个认献单，有的人签一个月伊奉献1000。有的人伊签，伊一年可能奉献6000块，所以你过去你若有签的，你家己已经有签迄个单的，毋茫你家己提醒你家己，然后你照安尼来奉献。有的人已经袂记得啦，所以有咧讲爱牧师来提醒，所以即个部分嘛会当互咱来牧师来甲咱提醒一下。佮另外就是拄则有咧讲到咱的教会还阁有1500万的即个借款。所以即个1500万内面，其中有咱的兄弟，因是低利息，或者是无利息，然后借互教会，互教会毋免阁负担银行的贷款的利息遐尼悬。所以，假使你家己若是有即个感动，阁有即个方便，你寄伫银行，但是迄利息真低，你愿意甲即个刷来，互教会来暂时暂借伫教会。这嘛是对教会有真大的帮助，所以咱的兄弟，咱做伙来关心咱这个事，特别伫祈祷内面爱来孝念这个事。好，过来咱的更新营生命更新营，这就是咱永光教会的培育大学，对吧？哈，咱的兄弟姊妹一个拢进入到伫这个培育的课程学校内面，所以伫咱后礼拜是亿万生命更新营，伫拜六要开课。所以，遮的学员、学生拢今仔日爱来领即个会前，爱先读一个会前读本。所以，咱嘛爱时间提早来到伫教会伫4楼。所以，下个礼拜6甲礼拜天这2天，好，跳过来。好，今仔日礼拜结束了后，咱的培育课程所有的服侍当中，佮有预言、意象服饰，在当中拢留了，咱有一个说明会。
另外，青少年及儿童牧区今仔日有这个导演及音控人员的训练会伫今仔日下晡要训练，所以嘛，请咱来留意这个时间。好，特别来讲过的就是伫咱的教会内面吼，特别是咱的长老会内面，咱有一群的男性查甫的吼，少年囡仔，因组成一个八角塔的合唱，男生的合唱团，因唱歌非常的好听，特别因拢常常唱台语的诗歌。因伫9月初2拜一暗时要伫国家音乐厅来演唱。这个合唱团吼，大概7、8个人。会当讲因的出现嘛，带来咱长老会一个足大的光荣吼，因为因真爱将台语的诗歌继续甲伊发扬，继续互遮个少年人会当互咱台湾咱遮个正百姓会当继续听到真水的台语的诗歌，所以咱会当来甲因支持吼，咱唔通互咱的台语的歌全无去，所以特别有一群的青年人所以因伫9月初2这入去是爱买票。爱买票吼，所以咱会当来登记，咱伫后壁登记，然后咱会来处理。所以鼓励咱兄弟姊妹来听这场非常美丽的合唱团的演唱。咱继续为着这兄弟姊妹来祈祷，会当互因伫身躯的顶悬得到上帝所赏赐的平安，真紧就来恢复因的健康。咱要来欢迎咱的今仔日第一届来到伫咱教会新的朋友林宝川弟兄，是咱的月英姐的囝婿是无？哇，宝川哈，好，然后月儿，这是月英姐查某囝，甲伊的孙啊，哈，因差不多1年转来一届哈，住伫倒位？所以真远哦，宝川是新加坡人。好，伊是新加坡人，所以因1年转来一届，所以月英姐嘛做定小这个时间。你们什么时候回去？23号哈，所以因转来先转去新加坡，然后转来这看月英姐，看因的妈妈哈。所以咱今天已经欢迎宝川、月儿，还有带着他的儿子回来与我们敬拜神。上帝也祝福你们，请坐。好，咱中间阁有其他兄弟姊妹吗？新的来到伫遮。哇，感谢主！特别今仔日咱看到咱的喜乐诗班吼，有真侪遮的兄弟姊妹因拢是新加入伫咱的教会然后因今年才领洗礼，就是因即马开始操揣即个会当服侍，所以因即届因就参加伫即个喜乐诗班，将来因嘛参加伫喜乐诗班，对无？阿妹嘛较大声咧。呀。对伫过去因毋捌即个信仰，到伫即马因捌即个信仰，知影因徛伫遮唱诗歌，就是奉献互上帝，甲牧师共款。所以这是一个真正神圣的诗班。所以牧师嘛邀请咱每一个兄弟姊妹，你嘛会当加入诗班，不管是喜乐诗班，还是伫葫芦的美丽安是无？美丽安诗班，也是社青遮的诗班。你一定爱找一个位，是你会当服侍上帝的所在。阿门吗？阿门。这就是咱永光教会一个大家庭的意义。好，安尼这个时阵，牧师邀请咱起立，咱这个时咱彼此来来请安。你，
师来祝福祈祷。但愿天父上帝已将朝正的信心赏赐予恁，互恁伫任何境遇拢会向额头5万一，也愿圣神引带恁伫逐样的处境内面，拢会当吟诗而乐，到伫主的面前，成做上水的见证，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阿门。上帝祝福咱，请坐。我们诗班站一下来，诗班来，我们先唱一下华语的。你们等一下忘记，那个诗情那个志莹，来唱华语，我们练一下，复习一下。那个诗班来到前面。很多哦，都第2场他就忘记，因为第1场太兴奋了。好，我们第2场的来，我们华语。不要太快哦，等一下，那个速度呢，我们会稍微慢。1、2、3， 棒稳棒棒。